仲食，仲敢去食？我就真係服咗你哋啦！各位街坊，你哋最近有冇睇到嗰條片？真係睇到我隔住個銀幕都想嘔。我哋平時當正係飯堂，個個禮拜都要去幫襯返一兩次嗰間連鎖大餐廳，竟然俾人影到有隻大老鼠喺個廚房嗰度橫行無忌都算啦，最離譜係咩啊？係有位苦主喺個湯入面，竟然鬧到一唔應該存在喺地球生物鏈入面嘅嘢，係一條長長嘅薯條啊！你話呢件事係咪挑戰緊我哋香港人嘅心理底線先？以前我哋成日笑話出外旅遊要小心飲食，點知而家喺自己門口食碗湯都要好似玩恐懼鬥室咁，仲要驚魂未定之際，另一邊廂又有新聞話，有間專做遊客生意嘅餐廳，見到大陸落嚟嘅豪客，竟然老奉咁收人哋天價貼士，仲要係嗰種老強式嘅加一再加二。結果呢？班苦主喺網上公審。我哋香港人睇到唔單止冇幫住自己人，反而係一齊搖頭嘆息，話難怪而家周街都係執笠鋪頭啦，咁樣搞法，邊有人敢再留喺香港消費啊？講真，我哋呢代香港人，邊個唔係食茶餐廳長大？由我細細個，大約係1990年代嗰陣時，雖然啲環境都唔係話乾淨到一塵不染，但起碼大家有份人情味，啲嘢食係熱辣辣，夠晒鑊氣嘅。點知去到2024年嘅今日，我哋嘅餐飲業竟然墮落到咁嘅地步。先講返嗰單老鼠湯事件，真係諗起都毛骨悚然。大家想象下，你放工好攰，諗住去嗰間開咗幾十年，自詡係香港名片嘅老字號飲碗例湯補一補，點知飲到一半，覺得肉嘅口感怪怪地，攞出嚟一睇，竟然係帶毛嘅。呢種心理陰影真係幾多錢都賠唔返。呢件事反映咗啲咩？反映咗而家好多餐廳為咗慳成本，連最基本嘅衛生管理都廢咗。以前啲老師傅會教落，廚房係一個食肆嘅靈魂，一定要乾淨企理。而家呢，好多餐廳請唔到人，或者為咗壓榨利潤，揾埋啲完全冇培訓過嘅外判工或者短期工，大家攞份糧就等收工，邊個會同你真心打理個廚房？衛生巡查又係咪做下樣？當一間標榜住香港品牌嘅餐廳都可以出現咁嚴重嘅衛生事故，你叫香港人仲點樣對本地飲食業有信心？再講下嗰單天價貼士事件，呢件事直頭係將香港購物天堂個招牌親手拆落嚟。我哋成日話要振興經濟，要吸納遊客，結果人哋嚟到，你當人係水魚咁劏。有位大陸遊客喺網上爆料，話去咗尖沙咀定係銅鑼灣嗰邊一間中菜館食飯，埋單嗰陣發現個收費表亂七八糟，除咗本來嘅加一服務費，竟然仲有一項叫做優質服務賞錢，仲要係個員工自己填上去嘅。嗰位遊客問點解，個侍應仲要大大聲話：我哋呢度係咁價啦，我哋服務得咁辛苦，收多少少貼士好正常啫。我真係想問下呢位侍應，你係咪仲停留喺1980年代個個都執金嘅年代？而家係互聯網時代啊！你劏人一頸血，人哋一影相放上小紅書，成個內地都知道你呢間係黑店。結果點？結果就係連累埋其他真係用心做嘢嘅同業。好多大陸網友睇完之後都話，去香港食飯仲貴過飛去日本，仲要受氣，我點解唔返深圳食？講到呢度，我真係好想同大家探討下，點解呢幾年香港會出現所謂嘅執笠潮？如果你行過旺角、尖沙咀或者係以前最旺嘅銅鑼灣，你會發現好多吉鋪，啲招牌拆晒，以前嗰種燈紅酒綠、人頭湧湧嘅感覺消失咗好多。好多人歸咎於話係因為香港人北上消費，話我哋唔支持本地生意。但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只係結果，唔係原因。原因係我哋喺香港食嘢，真係食到好心淡。大家試下諗下，一個普通返工族，午餐食個頹飯要60幾70蚊，仲要限時30分鐘食完，侍應好似趕鬼咁趕你走，杯凍檸茶又要加3蚊。如果服務好、衛生乾淨，我都認命。但當你見到啲餐具係油淋淋嘅，地下係黐立立嘅，仲要隨時有老鼠同你一齊開餐，你仲會唔會覺得嗰70蚊物有所值？相比之下，深圳嗰邊係點？
我身邊好多30零歲到40幾歲嘅朋友，以前個個星期都留喺香港睇戲食飯，而家一到禮拜六日就一窩蜂咁湧去福田或者羅湖。係咪因為平？平只係其中一個因素，最重要係人哋嗰種服務態度。你入到去人哋間連鎖火鍋店或者烤魚店，人哋係真係當你係客，有禮貌，有笑容，最緊要係個環境真係乾淨到你唔信。如果你話嘢食入面有頭髮，人哋二話不說成單免咗你。喺香港呢，如果你話嘢食有問題，個經理可能仲會話係咁㗎啦，你唔係咁刁鑽啩？呢種老奉嘅心態，正正就係殺死香港餐飲業嘅元兇。我記得我阿爸嗰代，大約係50歲到60歲嗰班老香港，佢哋成日話香港嘅成功係靠拼勁同靈活。但唔知幾時開始，呢種靈活變咗做走精麵。餐廳為咗利潤，將啲食材越換越平，份量越縮越細。老闆為咗交租，將啲座位排到密一密，好似坐監咁食飯。講到租金，呢個真係香港飲食業嘅大山。好多餐廳老闆同我呻，話做100蚊生意，有40蚊係俾咗地產商。喺呢種極端嘅租金壓力下，佢哋唯有喺食材同人手度攞，結果就係惡性循環，質素下降，客人流失，收入減少，再削減開支，質素再下降，最後就係執笠。但問題係，當你有壓力嘅時候，你係咪就可以忽視最基本嘅衛生？你係咪就可以當客人係傻仔咁劏？最近我仲見到有個數據，話2023年到2024年呢2年間，香港餐飲業嘅結業率創咗新高。好多人話係因為移民潮，少咗人消費。但如果你去睇下嗰啲依然大排長龍嘅鋪頭，你會發現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哋仲堅持緊嗰份職人精神。佢哋嘅廚房係透明嘅，佢哋嘅侍應唔會對你黑面。可惜嘅係，呢類鋪頭喺香港已經變咗做稀有動物。大部分嘅連鎖集團已經變咗做一個純粹賺錢嘅機器，完全冇咗對食物嘅熱情。嗰隻出現在湯入面嘅老鼠，其實就係一個警號，話俾全世界聽，香港嘅管理制度已經出現咗嚴重嘅系統性崩潰。我哋再睇返嗰單天價貼士嘅新聞，其實背後反映咗一種殺雞取卵嘅短視心態。嗰間餐廳可能諗住呢個遊客一世人只係嚟一次，唔湯白唔湯。但佢哋唔記得咗，而家每個人手上都有一部智能電話。你湯一個客，你損失嘅係1萬個潛在客戶。大陸嘅網民而家對香港嘅評價係高消費、低服務、無衛生。呢個標籤一旦貼上去，上司落嚟就難過登天。我哋以前引以為傲嘅美食天堂，而家變咗做坑人地獄。大家試下回想下，大概喺10年前，即係2014年左右，香港嘅餐廳雖然都貴，但起碼大家仲有份尊重。你入去茶餐廳嗌個餐，個伙計會同你吹兩句水，雖然口花花，但佢會記得你嘅口味，知道你走奶或者少甜。而家呢，全部都係用 QR code 點餐，你連同人類溝通嘅機會都冇。如果你個手機冇電，或者你係一個70幾歲嘅阿伯唔識用智能電話，你連食餐飯都難。科技本來係用嚟提升效率，而家變咗做餐廳懶得去服務客人嘅藉口。當一個地方連最基本嘅人情味都冇埋，剩低落嚟嘅就只有冷冰冰嘅交易。既然係咁，我點解唔去一間更平、更乾淨、服務更好嘅地方交易？呢個執笠潮其實係一場大洗牌。嗰啲靠住地段好、靠住名氣大就以為可以胡作非為嘅老字號，如果唔能夠喺衛生同服務上做返好，被時代淘汰係必然嘅事。我唔覺得北上消費係背叛香港，相反，我覺得呢個係香港消費者用腳投票嘅表現。我哋辛苦賺返嚟嘅錢，點解要攞去買難受？點解要攞去食老鼠湯？點解要攞去俾天價貼士？當我哋喺深圳可以用100蚊食到飽，食到有尊嚴嘅時候，香港嘅餐廳仲喺度諗緊點樣收多你2蚊外賣盒費，呢種格局嘅高下立見。
我身邊有一個開餐廳嘅朋友，佢今年45歲，喺呢行做咗20幾年。佢同我講，而家嘅香港餐飲業真係好難做，唔單止係租金，仲有嗰種人心嘅浮躁。佢話以前請個洗碗阿姐，阿姐會幫手睇埋廚房有冇老鼠，會幫手抹下啲窿窿罅罅。而家請人好多時係日薪制，今日做完聽日都唔知去咗邊，邊個會幫你愛惜個場？老闆自己又要趕住返屋企陪仔女，或者喺度愁緊下個月份租。結果成間餐廳由上到下都有一種末世心態，即係做得一日得一日，執咗就算數。但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睇到呢啲新聞真係好心痛。我哋嘅城市唔應該係咁樣㗎嘛。我哋曾經係全世界最有效率、最乾淨、最誠實嘅貿易港。點解而家連一碗湯嘅衛生都搞唔好？點解連對客人都唔識得尊重？如果我哋仲唔反思，仲係一味怪呢樣怪嗰樣，怪租貴、怪北上、怪政府，而唔去睇下自己間鋪頭入面係咪有老鼠，唔去睇下自己個侍應係咪黑口黑面，咁呢場執笠潮只會越演越烈。我諗起有一單仲誇張嘅，係發生喺大約2022年底，嗰陣時仲係疫情後期，有間餐廳竟然將客人食剩嘅嘢重新擺盤再出俾第二個客。呢件事喺當時引起咗好大轟動，但大家有冇發現呢類新聞好似越嚟越密？以前一年可能先有一單大嘅衛生醜聞，而家係差唔多每個月都有。呢個係咪代表我哋嘅底線已經越降越低？我哋已經習慣咗喺劣質嘅環境入面生存。我哋成日話要說好香港故事，但如果遊客嚟到，經歷嘅係老鼠驚魂同貼士陷阱，佢哋反倒去會講啲咩故事？佢哋會講香港係一個充滿欺詐同污穢嘅地方。呢種負面宣傳嘅威力，係你花幾億去做廣告都彌補唔返。香港嘅餐飲業如果想生存，唯一嘅出路就係回歸基本步。乾淨嘅廚房、優質嘅食材、合理嘅收費，仲有最重要嘅將客人當係人咁尊重。我知一定會有人話你講得輕鬆，你知唔知租金幾貴？你知唔知請人幾難？我知，我真係知。但我都想問一句，租金貴係咪就可以唔洗碗？請人難係咪就可以俾老鼠喺廚房行？如果一間餐廳連最基本嘅生命安全、食得安心都保障唔到，咁呢間餐廳根本就無存在嘅價值。租金貴係地產商嘅錯，但衛生差絕對係經營者嘅責任。各位，如果你哋最近都有出街食飯，我建議你哋真係要戴對眼，唔係話要你去捉人錯處，而係要學識保護自己。見到啲環境真係太差嘅，唔好因為佢係老字號就幫襯。見到啲收費唔清唔楚嘅，一定要問清楚。我哋嘅每一次消費，其實都係喺度決定緊香港未來嘅商業生態。如果你仲繼續容忍嗰啲收天價貼士、食老鼠湯嘅黑店，咁你其實都係喺度助長緊呢種風氣。講到尾，呢場執笠潮其實係一場遲嚟嘅報應。對嗰啲一直以來消費香港人感情、消費遊客信任嘅劣質食肆嘅報應。我希望呢次大洗牌之後，留低落嚟嘅係真正用心做嘢嘅人。我唔介意俾貴少少錢，但我介意你當我係傻仔。我唔介意間鋪頭細，但我介意你入面有老鼠。大家試下諗下，我哋想要嘅香港係點樣嘅？係一個充滿騙局、污水同埋冷漠嘅城市，定係一個乾淨、公平、有人情味嘅家園？飲食係一個城市嘅靈魂，如果靈魂都腐爛咗，咁呢個城市仲有咩希望？所以我今日一定要企出嚟講呢番話，雖然可能好難聽，雖然可能好多業內人士會唔中意，但我係真心希望香港好。我哋唔好再沉迷喺以前美食天堂嘅幻象入面啦。現實係殘酷嘅，如果你唔進步，人哋就會趕上。深圳嘅進步係肉眼可見嘅，佢哋嘅餐飲業競爭大到你唔信，所以人哋要拼服務、拼衛生。香港呢？我哋好似仲覺得自己係大哥大，
仲覺得人哋一定要嚟香港食飯咁。醒下啦！如果你問我點樣先可以止住呢場執笠潮，我會話首先要由嗰隻湯入面嘅老鼠做起。全港嘅餐廳老闆，請你聽清楚，返去檢查下你個廚房，唔好再諗住點樣收多客人2蚊，諗下點樣可以令客人食得安心。仲有，教下你哋啲侍應，唔好再好似欠咗佢哋錢咁樣對客。如果你做唔到呢2點，咁你就早啲執咗佢啦，唔好再喺度失禮香港人，唔好再喺度破壞我哋個名聲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觀眾講，如果大家喺出街食飯嗰陣遇到咩離譜嘢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我哋一定要集體發聲，唔可以再任由呢啲劣幣驅逐良幣嘅事情發生。香港係我哋嘅屋企，我哋有責任令佢變得更好。唔好再俾嗰啲天價貼士同老鼠湯變成我哋城市嘅標籤。我哋今日講到呢度，其實心情真係好沉重。作為一個食家，作為一個鍾意周圍去揾好嘢食嘅香港人，我真心希望有一日，我可以好自豪咁帶我嘅外地朋友去任何一間茶餐廳，然後同佢哋講：你睇下，呢度就係香港，呢度嘅嘢食係全世界最安全、最好食、最有禮貌嘅。希望呢一日唔會太遠，但喺呢一日嚟到之前，大家出街食飯真係要自求多福。睇清楚個碗入面有冇唔應該出現嘅嘢，亦都要睇清楚張單入面有冇莫名其妙嘅收費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補充多一點，其實唔止係大餐廳，好多小店而家都面臨緊同樣嘅問題。我喺大約2024年年初嘅時候，去過一間好出名嘅車仔麵鋪。以前呢間鋪頭係以乾淨同埋味道好聞名嘅，但嗰次我去，見到個姐姐攞完抹布抹完台，就直接用嗰隻手去攞餸俾客。我當時真係成個人呆咗。我同佢講，佢仲要話後生仔使乜咁緊張啊？熱辣辣啲菌死晒啦！呢種科學知識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呢種心態其實同嗰個老鼠湯嘅廚師冇乜分別。大家都係覺得嚇死嚇爛，只要唔係當場食死人就得。仲有嗰啲所謂嘅天價貼士，其實反映咗香港餐飲業一個好畸形嘅現象，就係老闆唔肯出高糧俾員工，要員工靠貼士嚟補貼。喺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，貼士制度係有一套成熟嘅規矩嘅，但喺香港，貼士本來係一種對優質服務嘅獎賞，而家變成咗一種變相加價。如果你明碼實價標出嚟，話加1加2，大家心甘情願去食，咁冇問題。但你偷偷摸摸咁喺單度加，或者強迫客人俾，呢種行為同搶劫有咩分別？我認識一個喺中環返工嘅朋友，佢今年28歲，係典型嘅中環精英。佢以前餐餐都喺中環食高級餐廳，但佢同我講，而家佢寧願帶飯或者去超市買個三文治。點解？因為佢覺得喺香港食飯個 CP 值性價比真係太低。你俾咗幾百蚊，仲要睇人面色，仲要驚食唔乾淨。佢話：我點解要花錢買罪受？連呢班最有消費能力嘅年輕人都開始卻步，你話香港餐飲業嘅前景仲有幾光明？我哋成日睇到新聞話某某名店結業，大家都會話好可惜，好懷念。但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佢會結業？除咗租金之外，係咪因為佢嘅產品質素已經跟唔上時代？係咪因為佢嘅管理層仲停留喺30年前嘅思維？世界係不停變緊嘅，如果你仲係守舊，仲係覺得自己嗰套老牌服務冇問題，咁最後嘅結果就只能夠係消失。我真心希望香港嘅飲食業可以經歷一次痛徹心扉嘅改革。政府唔好淨係識得搞咩夜繽紛，搞埋啲做下樣嘅市集。真正要救嘅係呢啲每日服務緊幾百萬市民同遊客嘅實體餐廳。要加強衛生監管，要打擊不良嘅收費手法。而作為從業員，請你哋記住，你哋手中嘅每一碟菜，代表嘅都係香港嘅形象。如果你係一個廚師，請你諗下，如果你嘅屋企人嚟食，你敢唔敢俾嗰碗湯佢飲？
如果你係一個侍應，請你諗下，如果你去人哋鋪頭食飯，你希唔希望人哋咁樣對你？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將心比心，香港嘅飲食業絕對唔會變成今日咁。今日講咗好多，亦都抒發咗好多怨氣，但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嘅感受係一樣嘅。我哋唔係想踩死自己嘅產業，我哋係恨鐵不成鋼。我哋想見到以前嗰個閃閃發光、令人向往嘅香港餐飲業重現。各位，呢場執笠潮其實係一個契機，係一個去蕪存菁嘅過程。雖然過程會好痛苦，會有好多鋪頭執笠，但如果最後留低嘅都係優質嘅鋪頭，咁對香港嚟講，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我哋唔需要1萬間垃圾餐廳，我哋只需要1000間乾淨、誠實、好食嘅食肆。好啦，真係講到呢度，大家聽完之後，聽日出街食飯記得睇清楚張單，亦都記得睇清楚碗湯啊！如果你發現咗啲咩驚世駭俗嘅嘢，記得影低佢，等我哋一齊揭露呢啲不義之舉，保護香港美食名聲，人人有責。下次見。再講返，其實呢幾年我哋見到好多奇怪嘅現象，例如有啲餐廳明明喺網上面評價好差，但佢依然可以開到周街都係分店。呢啲通常都係大集團，佢哋靠嘅係資金雄厚，靠嘅係壟斷咗好嘅鋪位。但我想同呢啲大集團講，你哋唔好以為自己大到唔會倒。當消費者嘅憤怒累積到一個點，當大家寧願坐1個鐘車去深圳食飯，都唔肯落樓下食你間連鎖店嘅時候，你嘅崩潰只會係一瞬間嘅事。我有個親戚，今年60幾歲，佢係嗰種最傳統嘅香港人。佢以前最鍾意去嗰間位於旺角嘅老字號茶樓，但上個月佢去完返嚟，氣到半死。佢話入面啲餐巾黑晒都算啦，叫個點心等咗45分鐘，個侍應仲要話得你一枱下啊，唔使等啊。呢種說話真係聽見都火起。老人家去飲茶係為咗份情懷，你連呢份情懷都親手毀滅埋，你仲憑咩叫老牌字號？其實我哋香港人好簡單，我哋唔一定要你裝修得好豪華，唔一定要你有米芝蓮星級，我哋只係想要一個安心嘅用餐環境，一個可以坐低慢慢食，唔使俾人催嘅地方。如果連呢啲咁卑微嘅要求都滿足唔到，咁香港餐飲業真係冇得救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最近網上面多咗好多執笠關注組，入面每日都有人報料話邊間又執咗。有人覺得係涼薄，但我睇到嘅係一種集體嘅哀悼。大家哀悼緊嘅唔係嗰間鋪頭本身，而係嗰種曾經陪伴我哋成長，代表住香港繁榮穩定嘅生活方式。當執笠變成一種常態，當老鼠同黑店變成新聞關鍵字，我哋就要問下自己，我哋係咪仲可以繼續坐以待斃？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係餐飲業嘅一份子，如果你仲想留低，請你由今日開始徹底清潔你個廚房，請你由今日開始真心對待每一個客人，唔好再用租貴、人難請嚟做藉口。如果你做得好，香港人一定會支持你。我哋係最現實嘅，但亦都係最感性嘅。你對我哋好，我哋一定會報答你。最後嘅最後，我想講返嗰隻湯入面嘅老鼠。呢隻老鼠唔單止係衛生問題，佢係一個象徵，象徵住一種腐爛嘅管理模式同埋失去咗靈魂嘅服務態度。我哋要清除呢隻老鼠，唔單止要靠滅鼠公司，更要靠我哋每一個從業員嘅良心同埋每一個消費者嘅堅持。今日真係講完啦，多謝大家聽我嘮叨咁耐，但呢啲話真係不吐不快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。你哋覺得香港餐飲業仲有冇得救？你哋最近食過最離譜嘅一餐係點嘅？我哋一齊交流下。再次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